我經常同大家講嘅廁所同埋廚房同工到頭一場空，咁樣嘅話呢，今日呢就教下大家如何去優化廁所嘅問題。首先呢，要準備3樣嘢，第一要準備一包半斤裝嘅海鹽，第二要準備一棵水培嘅發財樹，第三要準備一個門簾。如何去做呢？首先將你個排氣做好，第二將你嗰個海鹽暴露喺空氣中，放喺上面個窗台嘅一邊，再有將你個水培發財樹放喺窗台嘅另外一邊，再有呢，就將你嗰個門簾貼好喺嗰個門外側邊。記得啦，每一次上完廁所之後都要關好門，門簾整好，避免嗰啲污糟邋遢嘅氣入到屋內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呢啲就係如何去優化廁所同埋廚房同工嘅問題嘅，一定要記得去做，好冇？